什么乱，言行改乱；什么错，言行改错；什么怕，言行改怕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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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应该去坐驾的人是我，我才是杀人凶手。无对啦，你是凶手，你唔但伤害伊添财，你嘛伤害美馆。对，我伤害美馆，我只想要去甲法官讲，美馆是无辜的，我才是凶手。你无迄个胆，你若是有迄个胆量，你今仔袂变成安尼。我实在足歹有你这款的兄弟。杨哥，我袂无怪你，假使你来我继续安尼落去，你互美馆感觉，你替你的牺牲是无价值的。你会互所有的人拢看轻你，对你失望。到时阵，都无任何人会当救你，你知影无？连我家己都无法度救我家己啊！还佫有啥物人会用救我？还佫有啥物人会用救我？爸爸，因也无煮，你想要食啥？我菜票你食。免啦，爸腹肚袂枵，头家娘一早嘛心情无好，旅社内底事事行行，你来斗分担者，知影无？阿爸，你放心啦，食的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。你知影无？叫警察啉烧酒醉，查讲要带美馆。我掠准伊是对美馆有亏欠，所以才会安尼讲。拄则叫青带我去看美馆写的日记。
我才发现到，美馆早就教伊玉清，只是玉清拢无把美馆当作一回事。这摆美馆伊会牺牲伊家己来保护玉清，迄拢是因为爱。玉清伊会遐尔痛苦，嘛是因为伊感觉伊辜负美馆啊。美馆哦，那遮尔啊讲啦。阿爸，美馆伊敢真正是讲，就亲像你、阿母，还佫有天生姐也同款，你毋是拢会顾虑着对方的感受，来牺牲着家己？感觉你安尼做，嘛叫做是讲。先生啊，遐尼晚你哪来啊？我的身体无爽快，要让医生看啦。你身体无爽快哦？啊有要紧无？无我来宿舍互叫医生啊！你先来，互你坐者，我去叫医生互随来，你坐者吼。小平啊，我要找医生是你啦。我知影今仔日我不用当过来找你。也毋过有一句话放在心肝内，无讲出来，对咱拢毋好。我咧想，应含应当是咱两个单独讲话的最后一遍。出去，我袂过来搅扰你啊。天生啊，你莫安尼讲啦。虽然讲咱这世人无缘做翁仔某，也毋过咱总会当做好朋友啊。好朋友。虽然咱天龙讲我真无希望甲你做好朋友，也毋过我无法度，我无选择的余地。天生啊，小平，认真讲，你比我较会晓想，比我较会晓关心顾后。你也要去安排你厝后的生活要安怎过？然后我呢？一日到晚茫茫渺渺，还搁咧流连过去。今日我看，伊倒转去市角咧摒扫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会参文章甲迄两个囡仔，快快乐乐搁倒转去市角生活到底。其实小平，你嘛免遐辛苦。你要重建世界，都我一句话就好啊。天生啊，我知影你无愿意对无？你要用你家己的气来去甲重建起来对无？因为迄是你的厝，因为迄是你参文昌的厝。迄嘛是你的厝啊。小平啊，我参已经租厝，一点仔血缘关系嘛无。天生，你是安怎要安尼想啦？我相信文昌哦，一定嘛甲我同款。拢希望讲咱三个人的感情会当亲像细汉同款遐尔啊好，会当做一世人的好朋友啊！一世人好朋友。今日我参文昌，倒转已经走厝，阮两个人伫遐开讲真久，讲起着较早咱做囡仔时阵。迄段日子实在有够快乐，实在有够快乐。志强，你过得好？真好。啊你咧？都咧思念你以外，其他我拢真好。你莫误会啊！
我无其他意思，搁较安怎讲，咱较早嘛是真好朋友，敢毋是？我厝内阁有真侪代志还无样，我先来走。有金，这件作品行李，若我逐工看到这件作品，我日子都过得足痛苦的。志强，甲过去放互袂记，我即摆实在无迄个心情去想咱的代志。玉清为着保护美观去杀人，美观为着玉清的前途去坐脚。我老母逐工思念伊的查某囝，烦恼甲袂食袂困。你讲，我若心情受着你，受着咱的过去甲未来。志强，你回去，你即马有阿爸，有阿母，恁一家人会当好好生活。我甲即马才发觉到，一家人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是遐尔也无简单。你爱好好珍惜。莫搁去想着过去啊！因为你搁安怎想，嘛是过去啊。我的海角啊天，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心伊的命。你这世界都要找我麻烦，有什么好处啦？阿官啊，上爱食我炖的鸡，但伊即摆就感觉内面我是要自我上食，我是要自我上食啦。之前是爱等你来写错啦。你去休困啦，厨房的代志吼，交我较入就好啦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。啊，等伊个查甫人咧走骹，敢会看心？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啦！老建议哦，啊你照顾阮一家伙啊，照顾遐久啊，我替你做一寡代志嘛是应该啊。唔免替我烦恼啦，我会堪的啦。陶建议，即摆美观伫咧家内底，我相信，伊上该挂心的人，就是你。你着莫互伊操烦，你爱好好保重家己的身体。自从美观发生代志了后，你食袂落，困也困袂去，就算讲体歹身体，你嘛看袂起啊。我会堪的。我甲你讲，想当当年，阿公仔因老爸放杀阮母仔囝，我嘛是安尼度过。我家己一个人，请养着美观甲你两个囡仔，我敢有去互因咬着，有去互因刮着？即马美观啊，只不过是伫感觉内面，加加互判1年2个月，安尼算啥的？10几年我伫咧过啊，1年2个月，阁是算啥的？陶建宁啊，你的心情放较开的，你出去听我讲，陶建宁，你出去！我来啦。无，啊你两爸仔囝是安怎遐？看我较无啊，我无遐能用啊。如今你才去，甲你老爸带出去，好食的时阵我会甲你叫。阿母，阿爸讲了真对，阮拢已经大汉啦。这个代志你著交互阮来做，你莫遐尔辛苦，互阮才做实事，有一个有效的机会，好无？大汉啊，一个伫监狱内面啊，啊一个拢每条放桥底，要死要活，你叫我
真实的啦，阮自细汉就一直互你烦恼，即马大汉啊，阁无法度好好友好你，又阁互你为着阮的代志伫咧操烦。阿母，我真正就想要替你分担，你互我这个机会好无？交给你。你是考入到我的房间要创啥啦？天生啊，我知影我无应该搁入来这个房间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真正有无想到无步，你若无甲我斗相共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啦。又可是你的好朋友咧找你的麻烦。嘿，伊毋是我的好朋友啦，伊只是……只是啥？对啦，伊是我的好朋友啦。啊，斗朋友就要互相斗相共啊。啊，伊就去办事叫欠人钱啊，啊，即摆制作找来啊，讲钱若无还吼，就要互伊好看。啊，伊毋才会来找我甲斗相共，啊，我就……啊，是欠偌济啦？1万块啦。这2万，电话互你。天生啊，我敢若要甲你提1万尔，啊，你开遐尔济钱互我，你是毋是要赶我走啊？我知影你裤底的钱拢互你迄个好朋友花了了，等你身躯也无钱。电话是要互你的，我逐个月拢会互你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得我捌甲你讲过，除了逐个月互你以外，剩下你毋通少想，迄是志强的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啊，以后吼，我会红手去做你的某啦，我袂搁甲你惹麻烦啊啦。啊，钱摕咧，毋紧走。好，我即马出来去吼。天生啊，啊，你有想要食啥嘛？我来去买。裤底也有钱较欠的啦，毋通乌白开啦。要若无我去较侪钱，互你嘛无路用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我先出来去吼。母，你来要创啥？来要创啥？啊，恁母也袂用来看你心。有啥物好看的啦？搁较歹嘛是我的查某囝啦。啊，你也家己一个人来？啊，事先是甲玉珍啊讲要来啦，也毋过我无互因来。是安那？啊，万一因若来感觉共拍7岁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啊，你即摆来遮甲我看，啊，我若甲你拍7岁，愈小心你也变歹，你毋着借口通我来怪我。我怎毋惊咧？啊，回头我有你这查某囝，已经有够衰啊啦！看你海角天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。啊，回头我有你这查某囝，已经有够衰啊啦！母啊，你莫搁离啊妈妈。好啦，讲这拢无效啦。啊，你伫内面安怎？食了好无？啊，困咧？啊，会无聊无？啊，因内面人对你……我是咧坐家，我毋是咧住饭店呢。恁母也是咧关心你啦。啊，你若食了无好，爱食啥物货，甲母我讲一声，我就甲你传便便啦。啊，伫内面若冷吼。母，啥物拢免啦，你好好照顾你家己，莫互我烦恼就好啊啦。我会互你烦恼，自此时到即马，大概拢是咧找我麻烦呢。啊，你会烦恼我？母，是累啦，拢是我毋对，安尼毋就好啊。知影就好啦。啊，玉清呢？莫讲伊啦。伊是安那的你这死查鬼啊你啊！啊，你是安怎都要替伊坐家咧？你这么介意，啊，
连我这做老母的都唔知影啦！你什么代志拢唔甲我讲？啊，你敢有甲我这老母看在眼内？伊拢甲你讲啊？啊，你唔准备一世人拢无要我知影？阿母，你莫怪伊啦，是我叫伊安尼做的啦。哎呦，所以讲吼，你是也有够戆啦！啊，家己母甲安尼啦，啊，什么代志拢骗玉清啊你想啦？啊，家己食遐尼济苦，好啦，伊今日讲要带你啦。 万一等下你出嫁的时阵，伊若来反悔，到时你是要安怎？你安尼敢有计担心？我无望伊会当娶我。搁再讲，我即摆无资格做伊的某啊。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